想拥抱，才能握在拳头。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，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要让世界听见我。你看你的录影。你看这样动。为什么我的好像比较慢呢？你不觉得它的很快速吗？你看，为什么这样？而且它很稳呢，你不觉得吗？还是你觉得差不多？怎样？它的就是很快啊，就是很真实、很快那种，你会觉得这样，对不对？看见没望到最